另外，咱台湾西药剂的人口是超过9万人。根据2022年台湾西药剂病年报内底是显示讲，西药剂的病人咧破病真一冬，有8成的患者本身有高血压，4成有糖尿病，3成有高血油这问题，所以提醒民众爱好好控制，才当唔免西药剂。台湾有西药剂王国的排名声，根据卫福部上新统计，台湾西药剂的患者超过9万人。国内20岁以上的成年人，平均每10个都有一个有慢性腰子病，致使后期发展爱西药剂。西药剂的病人110年健保医疗总支出达到700亿。进一步分析发现，西药剂的病人伫西药剂前一年，有将近8成有高血压，4成有糖尿病，3成有高血油。三观控制无好，是造成西药剂上大的风险。血糖控制的不好的话，它就影响到我们一些身体的一些血管，影响到肾脏血管。长久的话，血糖控制不好，它会造成肾功能的恶化。那高血压也是一样。医师表示，三观不是老大人的专利，少年患者嘛需要注意三观问题，而且慢性腰子病的初期无明显的镜头，民众可能腰子功能渐渐恶化都唔知，所以当发现放尿有泡、汗水、真鲜这个镜头出现的时阵，都爱去病院进行验尿加抽血，看腰子的功能是不是够样。40岁到64岁呢，就是我们3年一次；那65岁以上的民众呢，是每年一次。这些检查都是免费的，都是国家提供的。国健署是讲，定期体检会当早期发现腰子病，量早介入治疗。平常时嘛爱加啉水，最好三观控制，莫食薰，避免食无适当的药啊，安尼就较无机会生腰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